年大家好，大家晚安吼。因为吼，第一届吼，一般是因为我准备啊吼，拄好有迄个念头，我想要学习啦吼，所以若讲了袂拄好好请咱多多了解者吼。因为咱一般来讲，进前拢爱有讲上天主义啦吼，祖师皇主啦吼，师尊师个，然后大人在叫你吼，好了天我大之心吼，念叫大人吼。计划是吼，咱讲甲过咱伊个月这吼，这年吼，20开始先吼，来准备吼，咱前年不前年吼，咱点传书可以明日当叫前年吼，大家准备啊吼，开报还是宣传吼，所以我较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吼，因为吼，我还是想讲。所以吼，这种一种学习啦吼，也是家己咧探讨啦吼。因为咱吼，体育班有听过迄个讲做月行吼，月行在卫星吼，心理吼。因为吼，所讲咧强调是积极情若这道家咧讲是静汉语静，因为迄天地欲嘛定其心嘛天地欲是心主静嘛定其心是神主清嘛咱六欲心三毒消咧，是安怎无法度，就是因为心里定欲是欠的心里定定情要离欠咱儒家咧讲就是讲结不地基啦。咱头拄处长讲着王阳明先劝他们，王阳明是说，因为古今在世呢，讲迄个经过来讲，过去世应该是古今的王阳明迄个主张讲心则是理啦若在即个宋朝，你也敢注意你咧做术数接住伊主张就是讲心则理啦，王阳明主张就是心则理王阳明入条约啦是主张心即主师主师主张性即不邪心，心若性理拢无共款的内容，无共款的立场讲法就无共款对即个主宰性、能动性是一主宰会当启动即个立场来讲就是心啦。对即个法理法理秩序来讲就是理啦。若讲性人咧就是该性不如不的性以迄个内在性来说叫做性所以讲心讲性讲理，这个立场不同讲无共款这就是要做理学家伊咧探讨儒家伊即个理学家是安怎来咧？伊就是三教嘛，儒佛道三教，三教归一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迄嘛是讲爱探讨即个真理迄个道。若是儒家是咧探讨心意识，儒家咧探讨的是叫做心意识儒家探讨的是心意识。因为这是这唯识学了唯识学了唯识汉了唯识的是讲伊
遮无外境遮无外境，你跟他直指本心啊，遮无外境拢无通过迄外境，安尼一致的分析这个心应该是第八识阿赖耶识，七应该是意识，应该是迄个摩那识第七识，这个识应该是前六识。王是这意识，阿赖各有眼、耳、鼻、舌、身，这里面包含一到六。第七识讲这什么传达识就叫讲这桥梁的功用要透过桥梁的功用，才有办法储存到第八识所以讲这个现在的过去。未来要带着中国去受报的是那个心咱这个尘已经净化了叫灵性了，已经净化叫灵性了还没有净化的灵魂呢。因为我们要把为先天所以要净化照讲这魂较俗气咧因为到后天就要去照讲这魂应该是用迄个阳气或者还是阴气肝魂气血肝魂属人气血属鱼要有人有鱼人伊是一个代表，意思是要有人鱼类意识，拢要有相生相克的所以儒家注重的迄个五常人鱼类意识要配合这个医学医学的观念就是有阴阳五行搭配像咱的五脏就是属阴脏肉质旁一个长的是阴长的阴了虎的属阳五脏的心肝鼻气心中点名边仔是心若了虎的胃胃胆大小胆膀胱还有三焦三焦那个烧焦的那个焦上焦管呼吸创气顺嘞来唱上焦管穿孔，中焦管吞咽我是大人老人咱吞袂落后尾看你到后尾咱食个茶拢做扎着吞茶拢做艰苦，拢吞袂啥会落用了不吞焦中焦管吞咽我讲中焦可能是这个胆痰中泻之间那上焦应该是加上丹田上丹田应该可能是跟咱眼管有关系你这爱注下丹田，咱一般咧讲的丹田下焦可能就叫下丹田有关气海丹田的气海下焦管排泄那个便苦者大小便的失禁伊个阳都无够三焦属于阳伊个下焦不足所以讲大小便的失禁上焦管呼吸中焦管吞咽，下焦管排泄这就是五脏六腑呢修行也是爱知影咱这个阴阳五行刚刚讲到对较执着外上其实在探讨还有一个舍事用根本，那个收回来回归先天，所以要净化。净一般的话讲净
心靠以三业哦，一般讲诶，因为心业、口业、意业哦，像迄忏悔记啊吼，来讲往昔所做之恶业哦，甲伊无数贪嗔痴啊吼，将心啊、意啊、意啊之所生啊，我今对佛前该忏悔了吼，一定不该清楚开始吼，往昔所造诸恶业吼，皆由无始贪嗔痴三毒啊吼。从身啊、语言的语啊、意之所生的哈，来，我今皆忏悔了，好像有欠哪几个字了哈，我前写是这样的，我今对我诚心忏悔了哈，即嘛也还不该清楚的哈，就是讲爱证生活一三内吼，那是忏悔的心境吼。迄人真正忏悔到足彻底吼，讲话痛哭流涕啊！来，咱要讲要净化心灵，照讲应该是较注重迄个意啊意这个部分啊咱儒家是讲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较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啦。儒家较注重咱诶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为拢规个喙喙嘴口业挑拨离间挑拨离间咱若叫看三个人有足侪叫害事的叫迄个叫啥物？土吹气站的足侪拢就是有人讲话啦有人有讲啥物歹话即嘛迄个主公啦迄个君王啦就是听迄个讲意见的人的话听身边的人讲的话就真正用迄个对方啊来处战迄话来冤杀呢，迄话过程呢，因为听一面之词的冤杀的误杀咱放空来这个意咱自然咱爱讲对迄个意因为咱要修行，就是要讲爱转世成智嘛要修行就是讲爱转心地这学问了真济话拢也无了解转世成智呢六七因中六七因中先转呢，六七是因呢先转五八2到6那5个5跟8到了果到了果才圆满呢。6、7因中先转，5、8治国呢来先到这方面就是讲爱对什么话下手，修行要从哪里下手？第6世、第7世6、7因中先转前6世里面最厉害的是那个意识，第6世那个像一个公司的领班钢头不过这些有学问呢，只有转其名不转其体呢，转那个名无转那个体呢，所以咱讲爱净化那本来就有嘛，只是爱净的化所以讲只有转其名，没有转其体体的本来就有只是因为染净的差别咱就要先天来就净化了6世、第7世6、7因中先转，5、8治国来源会变成就是咱的心，也是无
其实不会简单的哦。修行从第六、第七世下手，第六世里面，六世前六世里面的第六世意识。第七世是一根呢，第七世是一根。奇怪第六世的第二个意识，那第七世是意，因为第七世是一根，第七世是意的根。这是我的一番心意区区之意请笑纳。什么心意诚心诚意吗？咱的主教嘛强调我们诚心诚意心意大都有的事那早期佛说是6世论，然后演变到后来说有8世论，或者是9世论、10世论。早期的讲咱学就是，咱必须心意是讲这后来佫加莫那式意识莫那就是执着意识呢，莫那是咧讲执着意识呢。第七世执着了因为这种地我要单单而已第8世那也是含藏执藏，还有人的行藏是含藏三恶种子，还可以执藏随顺因缘有着善的发表有着恶的发展能藏那个所藏那个执藏他们有那种能力可以把它藏起来遇到了那种善恶种子把它藏起来，还有可以执行的它有启动那种力量的因缘遇到的时候它产生作用的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因缘会遇的时候果报是自己自受。所以这个是讲这个净化的重要照道理应该是去除十恶，就是要净3业这样才能够行十善常行十善才能够天堂变质六祖坛经有讲的相迎实现天龙变质咱若讲到这看咱发什么心，咱若是发菩提心是佛果菩萨果，这发心层次上中下3种差别。发菩提心是最高等的成佛菩萨不然的话，再下一个是什么？天前答问刚好印象，天前答问就是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与之动老标不能有知善知恶是良知怎样是点怎样是良知最好是我的为先起爱行先爱起是格物医馆王阳明怎样讲格物讲底下国家的那个转世层次的功夫会这会为善弃恶是格物咱一般学咧教育的格物，咱敢若研究物件的学问安尼无想着讲爱为善弃恶毋是敢若一般咱看的善事恶事尔是咱心内的恶业的善念咱心内才会有善念恶业，咱人讲有阳有阴像咱人的脚正脚倒脚第一脚阳，第二脚阴。社会高，倒脚是阳，倒脚是木，正脚是阴。讲有阳有阴人的心有阳有阴有善恶所以讲有善念恶业爱注意，就是做格物的功夫，就是恶
恶的要去除掉善的要发挥以恶扬善讲给咱人的心念迄嘛要有真有功夫呢，知影咱的念头咧启动啦，无咱知影这个念头恶的，这个念头是善的一般的人讲对家己有好处的，就要去做咱会去管遐济。发三心对对，安尼就是发三心的差别菩提心是迄个心境甲宇宙世间世界拢合一体的迄毋但是会成佛菩萨咱下一种的是什么？发出离心出离这世间会苦死会落死。出离离苦得乐啦，招生了事啦。招生了事就对哪有啥毋对？离苦得乐就对哪有啥毋对？大家咧上天堂无要去地方，对哪有啥毋对？对啦，互你去做事啦。有几百工啦时间到，咱袂用直接就下队啊因为伊咧享受的时阵无咧进修咱一般的人会当发出离心的足悬的智慧呢伊知影世间的艰苦才想要出离要离苦得乐出离心的即马咱来看网络影片拢咧推广迄啥物断舍离的观念断舍离世间当出世前阶段帮伊掠了起来，客了起来，到尾了有一点成就即马开始要放要断要舍要离越来越少越好变成发出离心留下清净的心最好结果对着啥物果？因为伊拢为家己好诶较要紧袂堪讲着去度众生，我要还钱，要落死。度众生偌辛苦呢？大家去当盘甲迄有个心中袂看见呢，盘诶血管疏会转来是收缩迄下有作用会知影讲6点到10点，会知6点到10点，下晡4点到6点，下晡4点到6点，高血压容易爆发那个时期袂使拍囡仔大细声的袂使做迄个跳绳机的运动嘛是一寡学问要发出离心这个啥物果？阿罗汉声闻阿罗汉就是声闻个圆觉的辟支佛烟角声闻迄条是烟角声闻阿罗汉辟支佛迄种小生的果啦自利为主的毋是讲要救度众生迄叫小圣安尼足无简单阿罗汉就已经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辟支佛更高辟支佛是说没有遇到佛的因缘，能够透过自己的智慧开悟已经很不简单了阿罗汉就已经超脱生死轮回之苦，进入圣贤之流、圣人之流，至圣至圣的是阿罗汉、辟支佛，再上去有菩萨，在最高的是佛这是四圣六环是怎么来的啦在第三层次的叫做发真上心这世间人就是发这个心我一定要努力，我要奋斗，我是最棒的，我是全世界最棒的，我要努力奋斗业绩达到多少我都会做这些计划每一年都要更进步不过福报有限福报又来自因果那边超脱因果的业力能够战胜业力有关系让
也过迄个业力嘛，业力就甲因果报应有关系啊。啊，因为这原则，所以爱行善报施爱行善报施，毋是干钱尔时时的微笑也是讲善言善语软言软语还有身体的帮助人的布施有钱出钱，咱出咱，拢有啦迄种布施的做善事的帮助人的，可能比较短期的一些帮助不是心灵上的根本解决的问题短期的咱做善事好呢，咱有迄个爱心，有拢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足济社会上足济人嘛是拢有做善事的号召有善心的人做做善事嘛是好若佫进步到注意心，佫再提升到发菩提心离佛菩萨来近以早咧修行讲若无即个天道降世，无即个一贯道，无即个大道降世无机会受名师指点的，爱安怎有机会公元国满3000公元800国满得到上天慈悲派人来把它受记爱出世出家拢讲经说法，偌辛苦了七世为高僧讲经说法学不厌教不倦苦口婆心讲甲足艰苦的，安尼讲安尼7代做7代的规则，安尼4到3000公元800吨上天主比含国来讲派佛菩萨派上面不了甲受记无简单感恩上天主比讲会当得道啦咱先得2个死先得烧因为这个天时的急紧有咱紧呢，咱世间的人咧看拢毋知影讲偌紧毋过咱知影读迄个册，这颜慧应试迄敢若毋是邵康节迄个颜慧应试咧讲议员龙属按照更新的议员12岁10800当规个主会开年酒会激励因会心灵到离婚5亿9倍因为看迄个华裔崇德因为一个大学这崇德学院因为12月份刚刚毋知圣诞节前一天因为办研讨会了因为发表论文有一个毋知是当时点传师他说再过23年左右，好像是2044年，说进入那个五位交替那个五位交替那个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到了生会就怎么样生会人就好可怕所以讲一般讲被报道咱进入得到修炼讲的这万八得超的一会一般讲被报道万八得超的过来出事嘛，拄着迄个环境都无好个咱这个时阵就是感觉天灾地变频仍灾劫频传咱地球环境变那么恶劣毋是人会当乐观生存的所在所以我会当赶紧得道啦修行救咱的名声咱人咧看讲一般碰见若先不咧看足紧的呢咱讲迄个这四天王天，敢知影？四大天王四天王天里西弥山的山腰，因遐一日咱世间就50班
10800元搁加因为2044，现在2021基本控制法那个除以多少？总共这天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再上去天公天公那大的天倒立天，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倒立天天公那大的天搁距离这上一天，夜摩天夜摩天。2倍呢，2倍是他们一天要我们人间200年呢，第三天夜摩天，再上去就是我们弥勒祖师的多帅天，多帅天就一天就是我们人间的400年来400年多少天？42个半。多少？47、28。才27天。要把弥勒祖师那个地方来看我们人间，再过几天就地球的人类就要灭了27天左右。所以先来讲天时有够紧急的，天时足紧急的，天时有够紧急的。是毋是啊？先在咧看就是安尼足紧的时间足短的世间人嘛毋知影讲遐短世间人咧想一摆空气讲毋记到规空去了，要出世做人足无简单的即摆要来出世排队，毋爱排到边个去要来出世做有会当得道的所在，要足困难的个少子的话，拢毋敢生嘞有机会来得道求道的机会足重要所以就是讲这个时阵我去求道得道啦你若讲袂当身份嘛，有一个身份的经济先顾的顾好嘛，有将来有一个好的环境，会当早日修炼成佛嘛到弥勒那边就是好的环境伊早孝道就甲咧修讲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迄嘛是讲希望去一个好的环境，会当好修行早日成佛西方极乐世界迄个有分的九品莲花的九品看是要上到下要成佛的时间又有差别只是讲心中有佛了也佛结善佛就会照顾所以咱有得道有得道会当到弥勒祖师的来源有请靠有只所是请靠到弥勒祖师的来源安尼要早直接成佛较简单因为讲龙华三会你讲要等到人人寿800万岁迄阵会来到人间转世，其实弥勒祖师很慈悲很多朝代都有转世做人来度化众生所以很高的师父那咧讲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是时人时人自不是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佛可以有千百亿化身时是教示暗示表示那个时人当时的人时代的人当代的人时人自不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自己不认识不是庐山真面目不是，可能咱听过咱看发经上心是敢若得到啥物果这有得到无得到差咱若得到咱梦中化变，即摆要消到生死轮回之苦
人天小果，人天圣人天小圣，人天小果。那他为这人天圣，人天小果。世间人咧是讲若是真打拼，可能真有成就会赚大钱，起了厝好，使迄个做进口车真有关系，真有费。这人天的果报那做神咧为了因为救这世间人有条讲我后来第一千岁就是做好事咧要化除瘟疫代替人家饮用那个有瘟疫毒的井水家己先试食食了死啊！大家这有够好，大家通食这水很感恩他的善心当作神来拜，5000岁那个持5000岁二王第5000岁伊讲有谁有德音人对世间人有讲有经做神需要做神，这是天圣得人天果报人天圣的果报爱讲人天圣的果报它有限果报有限很短暂重要的是要发菩提心能够成就活菩萨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人天果报那个有限如果不想尽了，可能又要受苦受难，又到轮回之苦了好像要重新拍重来要另一阶段的辛苦有简单，真正不来想看内涵在提升那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心境现在先了解看看我们是发什么心我们是停在发真上心我们搁较有成就的，较有钱的，较有地位的，较有世间人追求的，拢较属这种的真善心咱讲一般咧做善事的嘛是讲要得到迄个善有善报将来做升天堂升天堂免受苦免下地狱受苦。不过很短暂的时间很短暂咱若知影修行，处理心但是可能能力有限帮我多救度咱的众生就是先救自己以救自己为主要处理心成罗汉声闻圆觉果圣是自救自度为主要如果要度人才能生活自度他甲行圆满，咱较辛苦的自觉为中的就是罗汉缺智慧。若要搁甲他搁做甲会圆满爱菩萨到佛就是已经圆满咧菩萨要搁留意不明留后润生这样应该有那个能力但是他要救度众生留后润生留意不能无明化天下苍生要倒装下文救度众生终于知道了内涵在提升应该想咱自己发生心，咱目前的心境是停留在我做忏悔安尼讲我做忏悔，真正李总所以讲心灵在进化当初讲的这个人类是身慧在过去是什么慧？有慧的地面有慧在过去是什么慧？虚慧虚
什么面？天用天面的亥，戌亥在过去是什么亥？这是12地支啊，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哦，亥会就混沌啊，天地混沌啊。哦，然后南极仙哦，南极仙哦，就是讲中心大地哦，看过天地七界，七界混沌啊，吼，七界混沌哦。唔知影是咩啊？哦，因为先来咧讲，咱讲咧，咱来讲这世间轮回转世经六万多当去，6万多当，对这个诸位概念就会对因为修行呢，开始说，是从寅卯辰巳午未1、2、3、4、5，18000，不是18000，18001、2、3、4，寅会生人啊，寅卯辰巳午，要乘以几？乘以多少？5还是乘以6？乘几呀？子丑寅卯辰巳，大意读个鸡，大意读个鸡，国语是水啊，不是啊，国语是水。鸡里面国的高级啊，我是说要乘以多少？乘以5哦，那唔过在讲有这6万多当年呢。前面咧讲就这样讲啦吼，咱世间人来到这世间轮回转世，已经6万多当年啊。乘以6呢？这能30多。子丑寅卯辰巳，子丑寅卯辰巳哪里来呀？子丑寅卯辰巳啊。有啦，因为兄弟，卯啊，卯，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午末啊，2044年今日未会啊，现在是午未交替的午末啊，午未交替的午会之末生啊，午未交替的午会的尾声啊，再过21，不，再过23年，那进入未会啊，未会有18000年了，18000年过完就是人类了，所以要600多当，照那个年会并数，邵雍啊，邵雍当他大康学啊，宋朝理学家啊，赵康学年会运势啊，哎呦，年会运势有网络搜寻的啊，网络搜寻哦，年会运势。哦，一元12岁，一岁偌济温，一温偌济一世30担，一世30担啊吼，偌济世一温，偌济温一岁，偌济岁1元，12岁1元，1元50万象更新。所以哦，伊只歹势图啊，伊只无介清楚吼，所以咱请点头手准备啦吼。有机会咱去甲互咱家人讲智慧，因为互咱还佫有盲点吼，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吼，所以要讲到好势吼，那个特色就是咱那边有啊，那边有，都有，所以吼，谁智慧很高，能够抓到那个要领就开悟了。无一般的拢会带到无煞煞，歹势所以讲这也是经过历练的所以讲爱经过历练，歹势
安福星对吧？来唱一版哦。那谢谢。处长连任组长在座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晚安。因为这个讲训伫银行来讲或者是感觉讲，是毋是讲大家去再激发啦咱的一寡干部人才会当来参与，嘛希望会当带动啦因为咱要带动，其实伫讲训来讲啥物讲讲训一定爱培训公园因为好些嘛无法度讲，甲大家培训讲达到某个意见大家会当做伙共修共办做伙学习主要就是讲伫即个机会来讲因为咱即个港文无非嘛就是咧学即个台风嘛搁一种的就是讲不断的借着这个学习，因为毋是讲上台较一定有讲师，有当时咱拢有咧带动得清即摆无一定是干部啦干部人才只要是讲你有参与道中的，应该是拢会去讲着道理的所在一方面家己会当找一个主题你往这个方向来做家己的学习一方面会当讲来带动这个氛围啦咱如果讲今日头前的人，如果若讲无会当扶持这个区块，或是想讲你带动的人以后，互法人讲我嘛有爱参加，因为你要参加，我嘛有参加，你要安怎讲？真正呢，当然有当时会有代志，其实即种的拢难免袂当讲带动的人，你参与的意愿比较毋低是要介绍来学因为伫道场讲起来咱有当时其实干部人才有当时嘛是爱去看重点，该扶持嘛是爱扶持该学习咱嘛是爱去学习因为学太无解啦。尤其是讲咱若有咧访亲真正要转去啥物对手拢毋知。迄人为社会人的意见偌好，你敢知影？敢是安尼？一方面就讲咱推动道路呢，嘛是爱为家己做精进学习。一方面就是讲出去有当时代表，真正呢，你靠有话讲。因为你看济、经验济嘛，听济嘛，自然你会当左右逢源敢是？所以讲呢，这就是咱对家己爱有一种的期许，因为咱对家己若无一种的期许真正要互咱去推动这个道路真的就会有难点因为或许你这段时间来呢，拄有出国一寡青年人去风险说题板面临的甲刚需真的要看要学习。所以讲有机会呢，
像咱迄种囝仔即马就有时间，讲伊逐工起来拢会听会看政府试验内底、国高内底因的课程啦吼，啊，佮爱是讲听咱的老师的话，都有一个前道、坤道伊咧对答啦吼，那个真的很好。有当时你伫咧开车的时，因为时间较长嘛，你安尼甲听落去，啊，你咧记嘛歹记啦，因为讲的讲的。其实伫你听的当中呢，你嘛会当有所感受。当然，你记即句的印象较好，你以后要搁讲，你搁有兴趣了，啊无你逐工咧讲，逐工咧放亲。放亲，毋是讲来一辆车互来加2个月、3个月才来的。你若讲加2个月、3个月再来一届吼，可能即届来讲问题搁袂记一句。但是你即马其实你要放亲。咱毋是讲看人有气无气啦吼，当然你若感觉讲，他造就，就是讲他的那一种领会，比较好的，感觉讲艺术是较好，你爱赶紧甲他学起，啊，你甲他学起，毋是讲啊，这规日掠伊，啊，规日跑跑咱，安尼来讲，因为主要来讲，因为伊若不管爱叫伊，伊无来去啦。若无就是讲，咱先爱想尽办法嘛。咱讲为着你去访亲，你去访亲，无代无志去人兜去惊人，今仔日是人兜要用，所以伊就去大菜市买菜，买花规担的回来。阮庄较亲食吼，这高丽菜就食袂了，寄一担来，摕来分去啊。伊是要借这个机去找是安尼。所以讲咧，变成就是讲，咱伫访亲的内底，其实咱嘛是爱不断的充实，咱出去咱甲有不断的会当有较好的道理，会当去启发。你若讲诸多无的话呢，咱讲真诶，你会山穷水尽，敢是安尼？虽然讲怪来河山海的两边是安尼，因为咱拢有捌听即个人咧讲的角度。咱毋是，咱这逐工伫遮，对，有可能宣传，你听着即个人嘛是安尼讲，对无？去访亲，你听的即个人，伊嘛大概都会去讲这。其实我们听的话语就是会体现，比咱爱想能够体现在我们一有生堂啊。你若去听别个单位讲出，这才怎么讲？其实咱一寡较岁讲出出去，咱嘛讲咱讲出怎么讲啦吼，因为必须的讲，咱若定咧听。就有这种情形所以或许期待啦咱港府人才还是要鼓励我们的人才当然咧较年轻的会当鼓励啦若就是讲咱这50-60岁嘛是爱来学习带动你甲办安尼的话呢，咱讲真的这干部都有责任，敢是安尼？这干部毋是讲嘛袂当无责任啦，责任就是安尼，就是要不断的该鼓励，咱要不断的鼓励，因为你到场来讲呢，你行日头前风看，你都不要紧，你若无行日头前风看，你说的再多，人家真的，人家不鸟你，你还是没办法啦，敢是安尼？所以讲呢，或许侬感觉讲，真的自己也要鞭策自己。要安怎来精进咱家己，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在座各位先生，咱有私底下啦，咱的道亲道鼓励啦，伊是讲咱若像组长嘛是爱来学习，毋是为着讲我即摆我都无可能上简单，就不要学习，不要这样。一方面带动，一方面你咧带动道亲，你免咱出去免真的有当时呢，有学习的机会来学习，或学习在这里相互勉励啦因为较实实的讲，咱旧年甲今年，旧年咧过今年搁新年开始，咱这段时间你要准备啥物物件？今年咧啥物主题，应该你去年就可以知道，敢是？你知影了后，你就要准备了。
使讲哦，讲来甲今年3月安尼，今仔日已经10几安尼，哦，讲大家拢无准备，大家拢无准备，真的讲不过去啦。说实在的啦，无法度准备全部，无嘛爱讲准备有一半，哦，安尼，因为咱这主题吼，你若讲讲先用心发落来，用心发落来，可能较紧的，哦，较紧嘛，拢负责5年10月份左右就拢 OK 发落来。若如果是咱自由选题，哦，还是讲咱有迄个出世的条，哦，有可能旧年咱就年度啊嘛，吼，就爱去当去做。这嘛是讲家己对家己啦，哦，一种的责任啦，毋是讲当然或许人刚刚真的道场也没有立场去要求啦，用规定给人没有用的，只要你用家己爱用家己安尼尔，敢是安尼，所以讲对这个方面呢，或者是希望啦吼，尤其是咱拢是干部人才，当然无可能做到足好，但是咱一定该要求家己的，爱要求家己，爱家己要求家己啦。道场浅显不可能要求到自己啦，那个要求给大家啦，因为没有立场嘛，所以讲呢，就是讲咱希望呢，讲咱家己伫咧修的内底，当然就是头拄赵老师咧讲的，内涵在提升嘛，心灵在进化嘛，这条修习内底，这个都有相关的，敢是安尼？第一是责任使命嘛，甲咱对伫学习内底。这咱拢爱不断嘛，若无是讲伊道场上面咱全部是干部人才，安尼随意就好了，所以讲呢，我也是期待的真的在这个区块呢，当上一个干部人才，真的自己要求自己，怎么来鼓励我们的前线，爱是讲对于要给这个讲训班，你安怎？用去较济来做一个副职，这足重要。比一个个啦这道路袂方便啦，若做干部的人个认为无要紧无伊的代志啦，真的是很糟糕。你做干部的安尼其他的亲呢，倒就不用讲了。既然当上干部人才，大家就是讲一定有你的责任甲你的需求。有对事业不足，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呼应扶持。第一嘛，真正到伊敢是安尼。较属实的是讲道德的不足，因为有你会当去扶援补发，那安尼你不是了验吗？爱是讲你要哪甲看的就好啊。那新的青当然啦，伊毋知影进人啦。当然你干部的人才来讲起来，真的大家都有那种责任。毋是讲这啥物人靠迄个责任，不是这样。所以讲，大家拢有负责家己的工作，负责一方嘛，大家互相扶持啦。安尼变成咱这个道路嘛，真正去带动。所以希望咱对这个方面真的还要再加强，不能袂使放安尼，迄放安尼落去。真的，也难交代了，因为或许比较其实啦，嘛一直有很大的那一种隐忧，的科学或许也没有什么好的智慧啦，你安怎讲会当去谈到给大家，对咱这个道场一些课程的付出，其实这种爱去鼓励。让别个单位呢，因学习精神足好，学习精神足好。当然或许来想啦，有可能比一个呢，或许也没有什么道理嘛，要讲会当提供互大家足好的应该是有困难，不过咱来讨论一个学习的，没有关系，有人会当较好的道理来启发。无的，我就是我家己来自修，若家己会当去自修，会当去学习佫较好，安尼就是佫较好嘛，一啲啦比较语重心长
看到干部人才这样零零落落哦，真的我们的道路哪有可能会封上呢？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里啊，在这里呼吁，你咱今日拢无心哦，所以比较迄个公司挂到几件哦，应该不要紧啦哦，那现在就会使啦。现在拢爱讲哦，就有足方便的安尼哦。若咱情况以上的哦，即嘛咧讲哦，足好嘛爱讲足歹，对吧？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的，我们的道路能够往上啦哦。伊头拄处长去讲的这个，比访亲啦吼，访亲甲这个甲这个读书会，真的在这方面我们共同会当中你安怎去改开伊谁工作做东西啦，你要讲上午较含慢，其实你若行过一段时间，你就了解多少怎么做，你必然咱会比人较好。咱咧上惊就是讲有占卜上面啦，你对行你碰一下都不一样，对无？你甲你讲，无容易，有甲你讲甲好啦，结果你面碰一下面，但是你若有去参与，有去参与，你像讲伫台北共款啊，台北咧干部嘛，拢是讲咱遮一寡会当去遐访亲。我讲哦，即只远啦吼，你拢想讲恁拢毋知要安怎访亲，规当时就安尼讲的，台湾遮浅浅，咁生出来的就种做访亲啊，你嘛是去摸索的咧，拢有开始嘛。你若是讲因为千丝百缕到我定义啊，恁哪会无爱感觉讲我若要等待在这里遮久呢？倒不如我调落去，你一段时间你甲安排。咱讲现在去行过半工，甲行过一冬啦，你感觉就会不一样。那种体会呢，那它是理解，那它是正确的答案。所以讲咱若是讲能行因为他拢是做清楚啦，只要就是讲但是爱辛苦就爱辛苦啦。所以讲这代志，这行落去了后自然而然，咱去摸索，愈摸索愈清楚，咱嘛愈欢喜。因为安怎讲呢？真的会去看到有一点起色，那个方面当然这个是讲一定爱有人敢调的，安尼去杀去推，变咱叫你翻译讲翻新但是这个时间毋通话来讲，毋敢有影，啥物去开广播，啥物咧去落喙内去落身规大，对骹内行，落身规大行，较有影。那是较急，啦，不用那么急啦。因为咱讲的，咱讲说，有当时你去访亲你有时间，你想要去找三个，我来有时间来讲，你敢来去等伊，所以讲有的时候不太一定啦。我们不要急，真的不要急。只要你就是讲你有计划，你有甲做就好啦。你若拢袂去问讲，今仔日先好歹唔好歹，都不要问。你就点仔较做较无心有时间就计划甲做。你会愈摸索愈熟悉。咱嘛家己有进步。好啦，今天到遮就好啦。三
持驾贤人恭，持驾不贤人恭，众驾典禅师恭。各位请。嗯。